户口得10幾20蚊，民通試核錢食飯，店街作漏咗一句，旋轉着要美戰過禮，夠也笑夠我。每人道謝我幾蚊，路麥的地板踏過，店員漸漸熟習我，現在點餐完離開，打不字。一生煎炸太多，薯條也數不清楚，唯獨這裏見盡人來人往過，食客也盡看步從這裏擠逼，豬柳蛋包一餐2個都要20蚊買單，麥樂雞餐俾多3蚊，但時間咁飽，誰是下個食客真易受的薯條吃下去，月就出糧怎麼已成兩味？唔問可樂上個阿伯可以坐足成日，送走光陰唔使出街消費，慳買冷氣，不要害怕別人經過歧視，要有自信，人道兩味冇錢，所以嚟老麥。3個不會飽，1三餐，上輩子也在可樂暢泳也許，豬柳蛋包一餐2個都要20蚊買單，麥樂雞餐俾多3蚊，但時間咁飽，誰是下個食客可會連那3首都這裏放手用了所有悲哀，唔問可樂像個阿伯可以坐足成日，送走光陰唔使出街消費，慳買冷氣，不要想太多，男人無謂找行捱麥記嘅女人，窮光但是翻不了身，麥當勞叔叔也都只想你俾錢，而你卻為何當先拖？下次整首易啲嚟彈啦，好唔好啊？拜。